喂，你估下而家最多人呃老人家買咩金融產品就係年金啊？咁我係廢佬啊，今日同大家拆解呢個睇落好吸引，其實暗藏玄機嘅退休產品。阿媽成日話年金幾好呃，每個月有錢收。等我同你計清楚條數，睇下係真着數定係智商稅先。首先講下咩係年金，簡單講就係你俾一大嚿錢金融機構，然後佢每個月派翻少少錢俾你，直到你百年歸老。市面上有公共年金同私人年金兩種。公共就係政府相關嘅香港年金計劃，私人就係保險公司出嘅。最蠱惑咧係佢哋嘅銷售手法啦。你睇下，如果一個50歲阿叔放100萬落公共年金，每個月可以收5000蚊，睇落好和味係咪？但係計落條數就得6.1%派發率，而唔係回報率。呢個係最大嘅誤導位啊！等我同你計真啲，用金融學嘅內部回報率計，50歲男士放100萬。假設跟香港男性平均壽命83歲離世，實際回報率只有3.06%，相比而家買美國30年國債都有4.9%回報，仲要國債到期咧可以攞返本金，年金人走咗就乜都冇啦。仲有啊，女人買年金仲蝕底，同樣50歲放100萬，女人每個月只收得4000蚊，點解？因為女人命長啲，保險公司要派多幾年錢嘛，所以咪派少啲咯，係咪好識計呢？私人年金就更加離譜，回報率可以低到得2%，點解？因為多咗個中間人要食飯啊嘛，保險公司要賺錢，要交租出糧，呢啲成本全部係你度攞嘅。廢佬，我覺得最陰濕係啲保險經紀同你講數字嗰陣，專登將派發率講成回報率，等你覺得好着數。下次你遇到呢啲情況，一定要問清楚個內部回報率究竟幾多，睇下佢點答你。其實年金都有好處嘅，就係夠簡單。唔使煩點投資，對於完全唔識理財嘅老人家都可以算係一個選擇。但就如果你識少少投資，直接買國債或者穩陣嘅收息股呢，回報分分鐘好過多重嘅。仲有個好大問題就係通脹，而家每個月5000蚊可能夠使，20年後嘅5000蚊可能只等於而家3000蚊嘅購買力。但係年金派嘅錢係固定嘅，到時真係喊都無謂。所以我建議啊，如果真係想買年金，公共好過私人，因為回報率高少少，同埋要記住。年金有個500萬上限，如果你想放多個500萬，就要諗其他選擇啦。最後俾個貼士各位孝順仔女，同屋企老人家講年金嘅時候，唔好淨係話好，或者唔好同佢哋計清楚條數，等佢哋知道啦。同樣100萬啦，放去其他地方可能回報更好，而且更加靈活。其實理財唔係好複雜，最緊要係明白基本原理，好似畫家調色咁，紅黃藍3原色就可以溝出任何顏色。識得分清唔同金融產品嘅本質，你就唔會咁易俾人揾老襯啦。好啦，今集吹到呢度。你哋屋企有冇人買咗年金，覺得好唔好？留言話我知，記得分享俾身邊嘅長輩睇，等佢哋唔好咁易俾人誤導啊！最後記得 like 爆我個 channel，訂閱我廢佬加通知鐘仔，支持下我呢個新頻道廢佬廢噏。下集同大家再吹過，拜拜。